主后2022年7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做文图的大计。圣经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10节到17节，咱做伙来读。你有学我所教示的，我的做人，生活的目标：信心、宽容、疼心、坚忍。以及所受的迫害甲苦难，才会恁拢知，就是我伫安提阿、以哥念甲罗斯德所拄着的迫害，我安怎地忍受？毋过主救我脱离遮个。所有爱要甲基督耶稣结连过敬虔生活的人，一定会拄着迫害。不过，歹人甲欺骗人的会哪来哪歹，因骗人，家己嘛互人骗。总是你着持守所学习、所深信的道理，因为你知这个是对甚物人学习的。你嘛知，你对细汉就明白圣经，这圣经会当互你有智慧，通通过信基督耶稣得到拯救。全部圣经是上帝的神感动写的，对教导、对督责、对纠正、对训练人行正路，拢有利益。即节嘛通译做：所有受上帝的神感动来写的圣经，对教导、对督责、对纠正、对指示人人生行正路，拢有利益。互服侍上帝人装备好势，通做逐项好事。做文图的大计，真侪人想要伫信仰上找着平安，毋过因要爱的平安，只不过是所谓的一帆风顺。仰望上帝保守因无拄着任何苦难，也是试探哪定。总是即款的仰望是真恶实现的，因为人生无可能袂拄着任何苦难甲试探。天韵合唱团有一首诗歌，耶稣互你平安。歌词讲，即世间虽有苦难，主耶稣是避风港湾，伊要互你平安，源源永流不断。世上虽然有苦难，毋过真心信靠耶稣，就会有永流不断的平安。保罗对外邦人的宣教，通讲是相当成功的。伊努力甲福音传到外邦人的世界，落尾互基督救赎恩典的福音传到全世界。佫无简单局限伫犹太人的族群中间哪定。总是伫保罗宣教成功的背后，所付出的代价是咱真恶得想象的。伫提摩太后书3章11节，保罗讲到伊伫安提阿、以哥念、罗斯德遭遇迫害和苦难，落尾是主耶稣救伊脱离一切。可见，保罗的宣教虽然成功，毋过伊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悬的。保罗继续讲，所有爱要甲基督耶稣结连过敬虔生活的人，一定会拄着迫害。这对咱来讲，确实是一大考验，是现实的挑战。咱总是伫信仰上追求平安，也就是仰望咱一切顺利，身躯勇健，丰衣足食，生活无忧无虑。保罗煞甲咱讲，入至军队耶稣基督的人，的确会遭受迫害。就亲像德国神学家潘霍华伫跟随基督做门徒的代价，册内讲到重价恩典，意思是基督徒得到的恩典是来自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所付出重
但继续会要倒转来。安尼，当咱领受即个重价恩典，成做基督徒，必然爱付出做门徒的代价。就亲像保罗讲的，想要过着敬虔的生活，必然会遭受迫害。保罗宣教的时，捌遭遇逐种迫害，包括互群众赶走、互凌辱、搁顶石头，甚至受囚禁。咱今仔日遭遇到的迫害，无拄拄亲像保罗遭遇到遐尼强烈。毋过，当咱伫生活中要坚持信仰，也有是可能会受到一寡阻碍。譬如讲，对基督教家庭过去伫民间信仰家庭的新妇，有诶就会受翁婿家庭阻止，无法度去教会参加礼拜。就算伫宗教信仰相对自由的台湾社会，对无共信仰的迫害也有存在，只是稳重伫咱无容易察觉的生活中。当咱想要坚持信仰的时，稳重的迫害，亲像言语的讥笑、讽刺，可能会影响咱的判断甲决定。毋过，当咱知影做门徒的确着付出相当代价时，咱就会亲像保罗共款，就算伫受迫害中，还佫会坚持信仰。日想，伫信仰上，我捌遭遇到甚物困难？伫做门徒这件事的顶面，我捌为主付出甚物代价？伫信仰上，我捌遭遇到甚物困难？伫做门徒这件事的顶面，我捌为主付出甚物代价？做伙来祈祷，主啊，伫信仰的路上，当我需要付出做门徒的代价时，感谢你，互我有能力忍受一切，搁因为兄弟姊妹分担我的痛苦，互我就算面对迫害，还佫会坚持信仰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